四个位啊，拢是海的台湾哦，有丰富的海洋资源，尤其是海草的面积是超过7800公顷哦。海草会当来维持生物多样性，转换碳的能力哦，嘛是像那的4、5倍。有企业就要来建立海草的保育基地，要来保育海草，嘛爱大家来明白海草的重要性。如果没有海草，就没有海底生物；没有海底生物，海洋就变成一个大水坑。剧团扮演做海洋生物，用活泼的方式分享海洋保育、保育海草对环境的重要性。4月2日是世界地球日，面对气候变迁的危机，海洋生态的多样性也受到威胁。海保署表示，台湾四周围拢是海，其中海草的面积超过7800公顷，东沙宽大的海草就占98%。海草对维持生物多样性，还有减碳，拢是真重要的角色。海草的部分，它的碳存量，它是在比陆域上它的这个碳存多了4到5倍，所以我们有一定的这些海草。如果以它的这个碳存量的这个部分来讲，对于我们国家要达到2050年的净零碳排的政策，应该有很实际上的帮助。但是有学者表示，虽然台湾海草面积算介大，不过伫咧片湖海草的面积已经减少96%，消失的速度真紧，大约半点钟就减一个骹球场遐大的面积。澎湖海草消失的主要原因，我们觉得应该是港口。那么渔港盖了之后，它可能会有土体效应，它就会改变周遭的水流跟泥沙，海草的底质不见，那海草就会跟着消失。塑胶阿嬷内底是东沙宽大海草的种子，若是不热，会放伫细管啊保育观察。金州坎也自2021年发起行海行动，除了净滩保育草条鱼，今年2026年的目标是收集1万罐海草，甲政府、企业、研究单位靠起来，也特别伫台台建立海草培育基地，希望完成海底一保残，互海草也就是咱团种子愈团愈多。主办单位今年也特别加入教育的元素，结合戏剧，透过巡演，互后一代建立保育的意识。记者中嘉嘅夏桂玲台北报道。